校霸小可爱准备在音乐节和女神幼灵告白，但幼灵突然接到异地训练通知，没办法去了。西渡和幼灵面对枯燥的训练，总是会想象自己跑出了校园，没想到真的有个狠人跑了出去。他呆站在马路中间，幼灵和西渡担心的找到他。瑞芝解释他也常常这样幻想，所以就想要试试罢了。西渡和幼灵等着公交，西渡想不通幼灵这么亲切的人，一开始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幼灵解释是他太害怕了，他早就认出了西渡，就是那个以8-0击败他的击剑神童，之后便一直想努力打赢西渡，但西渡后来的成绩却让他很失望，自己咬紧牙关，努力了这么久都没有了意义。但是后来明明是金牌得主的他，却还是很畏惧西渡，哪怕是现在重归于好，他依旧对西渡心存畏惧。立晨带着西渡来高级餐厅吃饭，想要感谢西渡的鼓励，让他成为了一名正式记者。这家餐厅以前立晨经常和家人一起来，但现在却很难了。西渡很羡慕立晨，起码拥有很多珍贵的回忆。他已经不太记得父亲的声音了，对于回忆也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想象。立晨听到西渡这样说，感觉现在的时刻也很珍贵，以后都是属于他们的回忆。西渡说，既然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就要特别为立晨制造一个回忆。两人来到文具店，打算用幸运抽乐，测试一下立晨的运气，但两人的运气似乎都不太好。终于在最后，立晨抽到了一个铅笔盒，两人开心的好像两个傻子。这名记者竟用着卡通少女粉的铅笔盒，大型社死现场让他尴尬不已。立晨遇到参加聚餐喝醉的西渡妈，贴心的给他拿来解酒茶，感谢西渡妈放西渡去校外教学，让他完成了纪录片。西渡妈祝贺立晨成为正式记者，问他原本的梦想就是记者吗？立晨也不知道，但没过着梦想中的生活，也不代表人生就是失败的，过着梦想的生活也不代表就是成功的。现在只想做好手中的工作，这就是他的梦想。西渡妈听了立晨的话，对他好感倍增。西渡妈给女儿打去了电话，说马上就会回家，但突然电视台有一则紧急快讯，西渡妈只能重回岗位，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播报。看到外面下雨的西渡有些担心妈妈，拨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。西渡穿好雨衣，抱着凳子要拿去修，因为明天是父亲的忌日，而这些凳子就是父亲亲手做的。西渡看到走来的妈妈，十分气愤，早就习惯了母亲的不守承诺，但起码今天不能这样。西渡妈认为新闻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能抛下，紧急速报回来遵守约定。西渡一直忘不了，也没法原谅妈妈，因为新闻快报没来父亲的葬礼。当时西渡妈面对上级领导的压力，医院打来电话让她过去，但有一则紧急新闻需要立即播报，她也只能将眼泪擦干。年幼的西渡看着新闻上的母亲，没办法做到体谅和理解。对于母亲对父亲的避而不谈，认为妈妈就是想要将父亲当作从来不存在一样，将他遗忘。西渡妈清楚西渡对父亲的思念，但她对丈夫埋怨占了更多。为了把西渡拉扯长大，她只能选择忘记才能活下去。她以后不会再奢望西渡的谅解，但希望女儿不要再批判她为了遗忘做的努力，那是她撑下去的唯一办法。面对女神送上的花束，校霸有些不知所措。幼灵很歉疚，没有办法去看演出，说虽然他人不在现场，但他的心会在那里。教霸闻言十分感动，他打给了立晨，他想要重新站起来的勇气。他原本打算在表演的时候和幼灵告白，但幼灵因为训练没办法去，哪怕女生可能会讨厌这种告白，他还是希望幼灵能看到他的表现。立晨无奈地说高中生的事情要自己解决，他已经是大人了。这时看到了梨花带雨的高中生西渡，立马询问他是怎么了。原来西渡妈将椅子都扔了，那是爸爸亲手做的椅子，他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立晨抱住痛哭的西渡，轻声安慰他。西渡本来没有哭，但是看到立晨就再也忍不住了。立晨猜到他们母女吵架了，但他看到播报快讯的西渡妈，却觉得他十分帅气，有了想成为那样的人的念头，也明白他的敬业都伴随着西渡的心碎。西渡拿上小猪存钱罐，想要学会亲手做椅子。异地训练结束后，立晨来到这里，借口说要补拍一些纪录片的镜头，想带走幼灵和西渡，但其实是为了带他们去看校霸的演出。校霸看到舞台下的幼灵，下定决心更要好好表现，但一名吉他手却和女友吵架，临阵脱逃了。校霸只能强行将立晨变成了替补。西渡看到舞台上身着校服的立晨，好像那个困在旧录音带光彩照人的少年，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。西渡冲到后台，拉着立晨跑了出去。校霸一直坚定地看着幼灵，说现在他想要成为对某个人而言特别的存在。话筒却突然故障，校霸对着幼灵说，我喜欢你，我们交往吧。幼灵害羞地点了点头。西渡拉着立晨来了广播室，想要立晨重现那场广播。西渡满脸花痴地看着立晨，班长悄悄将设备打开，想让所有人都听到立晨的声音。这时外面放起了烟火，幼灵主动说出了他和校霸交往的事。西渡十分不理解幼灵到底喜欢校霸什么。五人组聚在一起看着绚丽的烟火，西渡很感谢立晨，让他有了特别的一天。立晨宠溺地撞了一下西渡的脑袋。西渡学做椅子的时候看到了爸爸做的椅子，
原来妈妈并没有扔掉，而是送去了维修。西渡和妈妈一起去了墓地，西渡将金牌放在了爸爸墓前。其实西渡妈也很思念丈夫，但作为母亲，她要做的还有很多，现实也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。母女两人冰释前嫌，相拥而泣。